我是在地新闻，美食大饼肚，今仔日要来饼羊肉炉。这个高雄公山甲中华 KO 的羊肉炉，拢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。到底倒一位会较好食呢？这实在嘛是下人的口味。 又搁到食饱时机啊，讲到羊肉炉，你会想到倒位？里面包的就是一些传统中药，然后提味的。排骨肉个人中药包提味，甜甲软 Q 的肉，还有真侪配料，包括有高丽菜、番麦、豆皮甲豆腐。这个汤头搁真香，入口会回甘。它的汤会一口跟接着一口很下去。刚蒸的羊肉卤就是很扎实，然后咬起来是有浓郁的中药香。公山羊肉炉全台有名，拢无什么馅，大骨的骨脆更加是精华。 的特色就是说，我们都是以中药那个药膳的部分，我们的排骨就是尽量是炖的软烂一点，让可以比较没牙口不好的人可以比较咬得下去。是讲若要比羊肉炉，中华 KO 嘛是真有名，现台现做羊肉非常的 Q。 汤头主打是姜丝中药，在这个口味啉起来真清爽，袂讲真重味。没有羊肉的腥味，还不错喝哎。吃起来没有腥味啊，比较属于清香一点。生理人讲甜的汤，更加说吃出羊肉原汁原味。主要我们汤头不会太重，我们这边汤头有中药、姜丝跟石蒜，汤头没有太重的话，比较能够吃到新鲜羊肉的原汁原味。 羊肉炉倒位上好食，高雄公山也是中华 KO， 拢有支持的人，嘛拢是在地人心目中的第一名。